第3章。全面的温度上的是你，咱就顺好意，你我行去，主的我真心我真对，咱拄仔唱的第3站，咱着顺服伊，得活命福气。因为写这条诗的这个人，上一次我有跟各位稍微分享过，伊是伫6月1日时得感冒，所以青霉，所以青霉拢无法度去看去什么，总是伫伊的心，伫伊的心内，一直拢有上水的迄个道，伊拢愿意顺服主的旨意，因为主就会引带你。咱亲像咱即摆要去唱的第2首，主咧叫咱人，咱着爱真正，主咧叫的是咱着爱应，我伫遮找我找我。所以咱来去唱第2首540。人，咱的真情歌。上个来敬拜主。耶稣平安。这时，咱先将手机暂时关机，安静咱的心，进入近早起的礼拜。
来啊，咱来唱歌学罗上主，咱来称赞拯救咱的保护者。咱着用感谢来到伊的面前，着对伊唱欢喜的歌，因为上主是伟大的上帝，是赢过一切生命的大君王。这是咱来吟圣诗273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来学罗咱的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这是咱阿头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愿感谢你，伫约翰福音有记载，主是葡萄树，阮是枝。阮的枝若结连伫葡萄树，阮就会当生侪侪果子。耶稣希望跟对伊的人，会当伫真葡萄树内享受充满有意义的新生命。当阮的生命甲生命的源头结连，阮就会当活出一个不断成长的丰盛活命。要安怎才会当结果子？但是阮愿意，互上帝你修正阮的生命，将生命的主权交互上帝，将家己无好的品行、歹的习惯，亲像自私、爱批评人，以及真容易就骄傲，这个行为，拢愿意谦卑伫上帝面前，互上帝来修正，靠主慢慢更新阮的生命。主爱天父，当阮的生命甲你结连，毋是代表阮的人生从此一切拢顺利。信耶稣是代表阮要行一条新的路，这条路无过是用阮家己的方式来行，是要互上帝来带阮行头前的路，建立阮属灵的品格，每日拢有基督的香味，为引带人来认捌你。求主，你也安静阮的心，圣神甲杨启祥传道同在，互传道所要分享的话，加做阮一生的祝福。这时，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安尼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
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特别再讲几句话吼，有一台车挡到那个门，人家的我们出入口，它是 AWH7722，若有这台车的车主，咱先甲刷车。这是咱来启用，启用文54，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我来启，兄弟来引。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温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承受应允的土地。咬喙打轻无上帝旨意的人，实现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互因把助。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见到上帝。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为着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只是咱来强听上帝的话。伫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节，以及约翰福音第8章12节，我来念马太福音第5章第13到16节。恁是地上的盐，盐若失味，要安怎互伊搁咸？盐失味就无路用，只有迄角，互人吞啖。恁是世间的光。起伫山顶的城砍袂掉，人点灯了后，袂用斗甲伊砍起来，一定会甲伊踩伫灯台顶，通甲厝内所有的人照光。亲像安尼，恁的光若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约翰福音第8章12节，耶稣搁甲众人讲。我是世间的光，缀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反倒有活命的光。只是咱请社青来学了，因要吟的诗歌是平安的7月暝。
愿这水的歌声，会达到上帝遐，得到伊的干纳。这是咱们请杨奇香团队甲咱分享光和盐的影响力。请杨奇香团队。这平安感谢上帝，感谢牧师佮长老的邀请，互我今日有即个机会会当来遮甲大家问安，甲大家问好。我嘛要伫遮甲来证道讲光甲盐的影响力。要甲分享之前呢，咱先来看一个影片，这是强生跆拳道馆甲阮得胜者教育协会合作的影片，咱来看。有音到了。还有音乐哦。sweetest sound. Lord, this heart is reaching for you now. And to your throne I'll bring devotion. May it be the sweetest sound. Lord, this heart is reaching for you now. So I set my sights upon you, set my life upon your praise, never looking to another way. These eyes are on you, you alone will be my passion, and Jesus, you will be my song. You will find me longing after you. You alone will be my passion, and Jesus, you will be my song. You will find me longing after you.好，咱的影片看到遮，毋知影大家头拄仔看即个影片有啥物感觉？我伫4年前，长老邀请我来
强生跆拳道馆办营会的时阵，这4年的中间，我看到有的对国小，然后已经到即马是国中2年级、3年级，以前比我较细汉，即马比我较悬啊。我伫想讲，这几年的时间，上帝甲遮个囡仔细囝带伫我的面头前，甲我带去因的面头前，我要为因做啥物代志？上帝会当互咱宜兰县的囡仔，上帝会当互咱宜兰县的少年人、社区的少年囡仔、教会的囡仔，会当互因得到啥物物件？我感谢主，今日互我有即个时间来遮，甲大家来分享光甲盐的影响力。好，咱即马来做一个祈祷。亲爱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今日有即个机会，会当来听上帝你的话语。阮知影，阮的生命是你赏赐互阮的。主啊，愿你来拍开阮的目睭，互阮的心会当来听你的话语。互阮伫你的面头前有圣灵的圣神的感动，主啊，愿你来向阮来启示，愿安尼感恩祈祷是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各位兄弟平安啊！我要邀请你即摆对甲你的隔壁的人讲，上帝要祝福你。你嘛讲，你嘛对伊来讲，你有影响力。感谢主，咱每一个人拢有影响力。我大概来顶一届来教会的时阵，我用台语。我今日搁讲台语的时阵，我发现我台语敢若无啥物进步。吼，拢足紧张。我伫迄落办公室练习讲道的时阵，我伫遐练练100届哦。我伫遐练一届，我就写一字；练一届，搁写一个证安尼。我一直练100届，然后100届了后，我感觉我的台语敢若搁共款，安尼表示我练习无够。但是呢，这是上帝互我的机会，牧师的邀请，长老的邀请，但希望讲虽然我的台语袂练转，但是无影响上帝的话语来传达。同重要是咱对上帝的听，咱对上帝的感恩，咱对上帝对咱的生命的引带，所以今日我要甲大家来分享更加严的影响力。拄仔咱读诗会已经读过即个经文啊，咱来想看觅，即两个经文吼，伫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16节，啊，搁有约翰福音第8章12节，即2节的经文。对咱来讲，拢是足重要的教示。光甲盐要对咱讲，上帝要对咱讲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即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影响咱，就是一个影响咱。啥物货是影响咱的？影响咱是会当来改变别人，也是团体伊的思想甲行为的任何的力量。思想甲行为的力量，咱来看影响力、影响咱。咱看到即个图片，咱大家应该知影，中国的习近平甲普登，吼，苏联的普登，俄罗斯因为因的合作，所以决定要攻打乌克兰。而乌克兰因嘛感觉我要捍卫阮的家园，所以因这两个国家都拍起来，因为最高的掌权者的决定，所以影响了两个国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经历了足侪水深火热、生灵涂炭。这个大家拢有熟悉吧？吼，英国的女王，伊对7岁开始，然后一直到伊过身，这70年的执政中间，伊影响了整个英国，改变因的英国的国家。伊的影响力对因一个无可取代。啊，佮即个，毋知大家有熟悉无？哦，有个人有熟悉，吼，较少年的应该都拢知，吼，这是叫做 Facebook， 吼，这是改变咱全世界的互动模式。因为即个 Facebook 呢，
这个创办人伊迄当阵想讲，伊要交女朋友，结果人甲伊拒绝，所以讲啊，安尼我要找女朋友无方便，所以伊就设一个网站，然后甲相片放喺顶管，然后讲哦，我是啥物人，然后我有啥物兴趣，然后我会做啥物货，然后甲足侪人的相片，吼，啊，搁伊的兴趣爱好，咱甲放喺网络，然后做一个交友平台。都因为安尼开始有即个 Facebook， 即马全世界每7个人都有1个人伫用 Facebook。哦，但是即马少年人因为足侪爸爸妈妈拢伫用 Facebook 啊，所以因即马无爱用 Facebook， 即马拢要用 IG 啊，因为惊爸爸妈妈看到伊伫 Facebook 的 po 文吼。啊，搁有即个大家有熟悉无？哦，有个人有熟悉，这个是属于年轻人的一个偶像团体，伊叫做五月天。哦，请问各位兄弟，你有捌去过台北101跨年无？有人捌去过哦？哦，有哦，哇，袂歹袂歹，我嘛捌去过。迄当阵伫台北服侍教会服侍的时阵。哦，年轻人带我讲，团导，紧嘞，咱来去跨年。我从来唔爱去跨年，伊就带阮整个青年团去拢去跨年。然后我去啊，哇，遮闹热嘞。结果咧，我以前的新闻，我想大家拢有看吼。跨年了后，101迄个所在变做啥物货？垃圾场。哇！政府安那宣导讲哦，恁去了后，粪扫爱摕走，大家拢是搁共款，拢甲电线撒伫涂骹，所以全部拢是粪扫。但是呢，这个五月天有一届哦，伊要伫大安森林公园办演唱会。迄当阵政府就交代，讲你要伫遮办演唱会会使，但是吼粪扫爱扣走哦。哇！迄当阵伊伊要办演唱会，平常时政府安那甲宣导拢无效，然后爸爸妈妈讲，咱粪扫袂当黑白乱嘿，嘛无效。但是即个五月天，因要演唱会要结束的时间呢，伊甲所有会众、甲少年人、年轻人讲，较等下啊，要离开的时阵哦，袂当有一个粪扫喺咧涂骹，恁爱听我的话哦，亲爱的兄弟，少年人敢有听五月天的话？有哦。一个粪扫拢无，大家拢做吃惊呢。亲爱兄弟，这就是影响人，影响人会当影响因的思想，会当影响因的行为，来做一寡代志。你知影？即马少年人，即马年轻人，佫是被什么影响吗？即马有足侪叫做 YouTuber。根据调查。人力银行调查讲，即马哦，差不多有20岁以下，有一半以上的人哦，80%有80%的人拢想要大汉的时阵要做 YouTuber， 因为 YouTuber 时间自由，然后你想要做啥物话，做啥物节目拢会使哩，然后佫有机会曝光。你佫会当佫做别项工课，会当兼职，所以即马足侪人看到 YouTuber， 哇，趁足侪钱。你知今年 YouTuber 伊的那个收入啊，就是现金流量影响7000多亿台币，7000多亿。所以你看到即马 YouTuber 对少年人才有影响力的。亲爱的兄弟，咱呢？咱即摆坐伫遮哦，做舒适的，但是咱上帝甲咱讲咱是光，咱是盐，咱应该是对即个世间，咱应该是对即个世上爱有影响力的。罗马人讲，无一款物件比太阳甲盐搁较有用，所以耶稣用这两个比喻，用光甲盐来甲咱。教是讲，咱爱加做光甲盐，咱是世上的盐，咱是世上的光，咱是天国的子民。这个世上的盐甲这世上的光，都是敢若亲像咱的身份证。
咱每一个人拢有身份证嘛，身份证就是证明，你是某某人，吼，你是搭一个人士。但是你知无？光甲盐，咱耶稣讲咱是世上的光，咱是世上的盐，就是表示咱敢若亲像咱的身份证，人看到咱，就知影咱是基督徒；人看到咱，就知影咱信耶稣的；人看到咱就知影讲咱是荣耀咱的天父。所以，亲爱的兄弟，咱嘛爱常常来思想，咱的盐。咱生命的盐，咱生命的光，敢有当互人看到咱的好所行？我头拄思会是讲好行为哦，然后我叫一个牧师读哦，我听伊是讲好所行，所以我毋知影到底是好所行的还好行为吼。我就练习讲好所行，叫甲咱的荣耀会当归互咱天上的父。所以兄弟姊妹。真重要，第一点就是咱是世上的盐。甲你边仔的人讲，咱是世上的盐，咱是世上的盐。所以咱是世上的盐，伫遮的经文讲，你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安怎阁互伊阁咸呢？以后无路用，毋过是迄伫外面，互人熏塌尔尔。盐伊的上大的特质就是调味，盐的特质会当调味，即讲盐伊嘛失去了咸的时阵，就无迄个价值。我咧想讲，大家敢知影咱台湾的盐，你安怎藏嘛是盐嘛，对无？袂变质啊。但是你耶稣迄个时代，因伫迄个地中海迄个所在，死海边缘，因咧食的盐，甲咱台湾食的盐无共款。咱台湾食的盐一粒一粒吼，细细粒啊，有诶较粗的粗盐。但是因迄当阵，因的盐就亲像安尼一块矿盐，吼，还是迄个盐。所以呢，伊嘛放久了后，伊的盐会安那？会融化，会流失去，所以迄食盐都无路用啊，因都会断迄色啊，所以甲淡掉啊，感谢，都会甲淡掉啊。所以耶稣讲，你是世上的盐，即讲你盐你失了味，伊都无路用啊，都会甲迄色。盐伊的功用，除了调味，就是互伊本来恁。家有足侪妈妈吼，拢还是爸爸妈妈拢会炒菜吼。阮爸爸以前嘛拢足够炒菜，后来因为我伫厝，我拢无啥物细汉的时阵拢无做工课。当我18岁信耶稣的时阵，我当阵伫教会甲牧师遐大吼，我伫遐学习。牧师是女牧师吼，我伫遐甲伊斗阵大。我当时我都爱煮菜煮饭。你知我煮菜的时阵哦，我就安尼，伊就叫我炒菜，伊去外口探风转来，我就紧来炒一下，然后要食，食的时阵呢，你知吼，食一喙就紧甲菜配出来，因为呢，我盐甲味素分袂清，我甲规盘拢，逐项菜拢放啥？放味素，吼，迄菜拢无法度食。你会发现盐会当调味。互菜变了好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嘛，敢若是伫人的中间，伫众人的中间，伫教会的中间，伫社区的中间，伫社会的中间，伫学校的中间，是真做是啥物货？世间的盐，做调味。盐嘛会当做防腐剂，会当杀菌，所以。基督徒伫社会中间，基督徒伫教会中间，基督徒伫厝的内面，咱是真做啥物货？杀菌、防腐的作用，会当互咱人甲人的关系是会当保存。古早人伊安那甲物件保存落来，会当过冬。吼，都是用盐。我会记得阮细汉时阵，我拢看隔壁拢有拢伫晒啥物货，晒豆子，搁晒啥物货？
菜脯着，哇！即摆真罕的款的人伫拍。以前因为无先进的仪器，所以拢用日头，搁用什么？用盐甲生。所以咱基督徒嘛，加做是世上的盐，防止罪恶，防止腐败。盐的功用，做讲，咱头拄仔讲，有是调味、调和的，防止腐败、杀菌。但是盐放了伤济，会安那？喙焦。你有当时去外口食饭，啥物货，转来的时阵拢感觉哇，足喙焦，重咸，重盐。做讲咱盐放了伤济，哇！你头拄仔我讲我炒菜，我放迄个味素，拢专放味素。我嘛捌炒菜，然后想讲，味素放遐尼济，所以盐嘛爱放遐尼济。所以菜变做安那咸嘟嘟，佫无法度食。安尼大家拢知影我袂晓煮菜啊。你知影盐放了伤济，迄菜嘛无好食。所以基督徒咱伫众人的中间，咱对人的关系，做讲咱下足济盐的，咱是要做调和的，但是比如说咱是要消除罪恶败坏，做讲咱对人在严苛、在严厉的。这就干迄亲像啥物货，下足济盐，互人感觉足重咸的。在哥罗西书第4章第6节讲，恁的言语爱定定带着和气，亲像盐调和，安尼就会当知影来回答个人。所以伊这经文有写带着和气，伊的原文的意思是啥物货咧？稳定。哇！当我看到哇，这个原文的是稳定的意思，我咧想讲，和气我知，谁人爱带着恩典呢？稳定的意思是啥物货？对祝福伊啊，对伊有好处啊，有善良的意思啊。咱的话语爱定定，互人感觉心内得到滋润，互人心内。感觉有去鼓励，互人感觉心内有去安慰着，所以话语才重要。甲你旁边的人讲，话语真重要。感谢大家。好，咱即摆咱来看一个影片，帮我移迄个粉红色的。有吗？粉红色的按下去。小时候看见很多人都在做这个实验，两株一模一样的植物，在一模一样的环境下生长，对其中一属进行无情的谩骂嘲讽，对另外一属呢是以爱的表扬和关怀。30天后，被骂的那属枯萎了，被表扬的那属呢茁壮生长。这个我是真不信呐。那植物能听懂人话吗？我决定自己试一试。两株同样的植物一株用手机24小时循环播放正面的鼓励和表扬。哇，你好厉害，好棒棒哦！就我喜欢你。另外一属24小时循环播放恶意的嘲讽和挖苦。因为你谁呀？什么玩意儿啊？切，你不行。为了避免这植物听串了我在中间加了隔音墙。2天后，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么神奇哦！再来，给你再这样信息的现在才第2天，你看这几朵已经蔫了，你看这里头全蔫了，这是负面的，你看正面的，完全是茂盛。第3天，你看这负面的完全枯萎了你看负面，你再看正面，这边是天天听正能量话语的，这边是天天听负能量话语的，你看看，这对比这么明显。小时候打死也没想到这美国的花竟然能听懂中国话，但是还是有人不信。能搞破坏的吧？没有搞破坏。没浇水。都浇水了，怎么的？你为啥不信？觉得声音会对他们有影响。不是声音，这是声音中蕴含的能量它有一种情绪的感染力但植物理解不了这种情绪。就植物听不懂人话呗？那你能听懂狗说话不？我跟狗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当然能懂了。你懂狗语啊？就能听懂它的情绪。那植物就跟人类生活好几万年，听不懂人类的情绪我在花前面放了一个相机，连续拍摄了他们30天，我得到了这样的画面。
相信的是，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遣词造句确实蕴藏着很大的能量。一句话可以点亮一个人的一天，也可以成为压垮一个人的最后一根。好，咱头拄看到即个影片，吼，伊就讲到话语的影响力。我想这甲咱基督徒的信仰真正的吻合吼。一句话会当互人生命活起来，一句话嘛会当打击人的信心。所以咱的话语就敢若盐要调和一样。当我伫看找即个影片的时阵，我看足济诶。之前是有迄个 IKEA 因做即个实验，就人足铁气的讲，哦，这哪有可能一定是骗人的，所以伊嘛做即个试验，讲试看卖，真正是发现着，咱的话语有影响力。以前我的生父，我的原生家庭的爸爸，伊是种田的，然后伊就是拢一直种田，然后我的姐姐呢，有影响伊较有影响，所以我拢甲伊笑讲哦，伊是绿手指，大家知影绿手指哦，伊种啥物话拢会活啥物啊，伊种啥物话拢活起来。有一摆伊就伫因办公室遐有人甲芳香万寿菊，捌听过无？捌啦，我遮拢有拢对身体拢真有保养，知影这吼香草，伊就看到迄芳香万寿菊，但是已经去定合色。甲合盖放喺边已经枯干了几啊天，差不多要2礼拜。然后阮姐就讲，这是啥物货？然后就甲讲，哦，芳香万寿菊，讲会当种无？伊讲已经死去啊，免种啊啦。伊讲，袂要紧，我来试看卖，毋捌听过芳香万寿菊。伊就甲摕去伊的冠冕花园伫遐种，伊甲迄个所在号做冠冕花园。伫伊甸基金会伫大洲迄个所在，后摆有机会会当去看。伊如果种落了后，你知影阮姐做啥？伊足铁气的，人讲袂使，伊一定要做。伊相信上帝会伫遐做代志安尼，所以伊逐工对迄个花芳香万寿菊已经拢枯干的芳香万寿菊，伊逐工讲，上帝祝福你哦。你爱活起来哦，你莫死哦！我为你祈祷哦，上帝恩典，上帝性命要赏赐互你，你爱活起来。人讲伊笑的，人你爱甲笑，因为遐内底有基督徒嘛，毋是基督徒的，着逐工去甲压水。然后讲，哎哟，免压啊，伊拢死了啊！伊阁继续逐工甲压水，逐工。早起上班的时阵，中昼食饭的时阵，尾仔要下班的时阵，伊就去为伊换手祈祷。伊讲上帝啊，你来祝福伊；上帝啊，你赏赐互伊生命；上帝你来恩待伊；上帝你来帮助伊，互伊阁活起来，互伊活起来。上帝你来向他吹气，一天、2天、3天，兄弟姊。亲爱的兄弟姊妹，亲爱的兄弟，歹势哦，因为阮伫华语教会拢讲兄弟姊妹吼。好，亲爱的兄弟，当你看到1天、2天、3天，做讲是你会甲讲啥？哎呀，莫祈祷啊啦，笑的，免阁祈祷啊，吼，袂活啦，吼，你阁去考一个新的来种，较紧，对无？嘿，应该拢会安尼啊。阮姐就是，我就是要甲上帝祈祷，佮继续1天、2天、3天，1礼拜过去啊，2礼拜过去啊，3礼拜过去啊，4礼拜过去啊，你知影？迄枯干的迄树枝啊，边竟然有叶生出来，后来就开始。愈来摊愈济，一大片。后来因阁有用迄芳香万寿菊，阁去做了什么认证哦，就是那个有机土壤的认证。因为这个芳香万寿菊，后来因阁有得奖。我就想讲，哇！我嘛有啉，后来我有啉这个芳香万寿菊的茶，伊定定拢甲迄芳香万寿菊，伊阁种做者草啊、花啊，拢。泡茶哦，遐愿生啉。亲爱兄弟姊妹，真正，咱的话语有权能，
你甲你的边仔人讲，咱的话语有权能。咱的话语有权能啊！咱的话语爱，因为都是有上帝的权能，所以咱爱定定爱注意讲，咱的话爱有盐的调和，无会伤咸，会甲人咸死啊！无做讲无味，都无影响咱啦。但是你味伤咸啊，你会互人咸倒倒，哎哟，无爱阁食。所以真重要啊！咱的生命会当有影响咱。安尼，咱来想看觅，做讲圣经讲，咱是世间的盐，咱是世上的盐，咱有影响咱。上帝，互咱拢会接触到少年人，接触年轻人，安尼，咱对伊敢有影响咱？教会有囡仔，有少年人；社区有囡仔，有少年人；学校有少年人。咱对遮个囡仔，对遮个细囝，咱敢有影响咱？青少年的需求是同重要是自我认同。你知道青少年，咱甲问讲，啊你后摆要做啥？毋知影。啊你对啥物有兴趣？毋知影。吼，啊你对啥物有较介意？毋知影。你会发现讲，即摆少年人足侪，你问伊啥物话，伊拢讲毋知影，因为伊对伊的未来，对伊家己拢有足侪不安、无肯定的感觉。但是伊足需要朋友，甲重要他人的陪伴、支持、甲肯定。所以这嘛是为虾米长老曾长老伊大概暑假还是寒假的时阵，会办这甲阮校会合作的营会，因为除了练身体以外，咱嘛希望遮个囡仔会当认捌耶稣，咱嘛希望遮个囡仔会当得到福音的好处。所以，朋友甲重要他人的陪伴、甲肯定、支持，这是足重要。青少年因需要的陪伴、重要他人，是一个爱的榜样。有正确的价值，有正确的善良的劝诫，有智慧的成全，有生命的引带，这是足重要的。做者就敢若亲像世上的盐，伫因的生命中间，甲因引带，甲因鼓励，甲因支持。亲爱的兄弟，做讲你做一件代志，你定定人讲哦，你安尼做是来做了无好，吼，你莫做好啊，还是你做了拢则无好诶，做了则歹诶，你会想要搁做吗？袂嘛，所以大家拢需要鼓励，囡仔搁较需要鼓励，所以咱诶生命会当真做鼓励人诶人。第二点，你是世上诶光。甲你边仔人讲，你是世上的光，你是世上的光，世上的光足重要。伫马太福音第5章14节甲15节讲，咱是世上的光，城起伫山顶，袂当。我来看小抄。我的小抄是注音，搁英语连做伙，袂晓罗马拼音吼。伊讲你是地上的盐，不对，第二个吼。耶稣搁对众人讲：你是世上的光，城。好，我搁看一下。你是世上的光，城起伫山顶，无云抹，无人点点下伫倒的，就是下伫灯台顶。就照遍厝内的人，安尼恁的光嘛，就照伫人的面前，互因看见你好所行，规阳光，互恁天顶的爸。感谢耶稣，感谢兄弟姊妹。好，你爱看见圣经安尼甲咱教示，安尼甲咱讲咱是世上的光，互人会当看见，互人伫黑暗中会当看见，会当看得清楚，无阻碍。
那个戴长老跟师母知影我的妈妈，我的妈妈是细汉的时阵天生的，伊就有夜盲症，后来就慢慢拢看无啊。你知影夜盲症的特性是啥物货？暗时啊拢看无，所以伊啊、刀啊、拄啊，伊拢看无。所以定会安那跋倒。光来啊，都是要互黑暗离开。光来啊，互咱会当看清楚。咱即马拢免点蜡烛啊。即马我阁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风台天来，以前足侪风台天哦，拢风台天拢会停电停水，所以咱爱点蜡烛。即马拢毋免啊，只要做过你手机啊，阁有电的时阵，会当创啥？手机打开后，就做手电筒啊！我前一阵啊，6月底7月初拢去东山湖看碎花棋盘角，捌看过无？足水的，但是遐是暗飕飕，没有路灯，所以我拢爱摕迄个那个叫什么手机啊，伊的电火珠啊，甲拍开都会当看到。所以你看。黑暗中的光，互咱会当看到危险，爱闪躲，嘛会当互人看到水的、足水的花。圣经讲，咱是世上的光，光嘛会当互咱啥物货温暖，光会当互咱身体都足寒的时阵去日头骹拍者，我感觉遮温暖的。咱以前嘛拢爱啥物诶拍棉被啊，我同爱寒天的时阵，棉被摕去拍会足芳的吼。有一款芳味衫拍过，拢感觉足芳的，温暖会当互人感觉幸福，阁光嘛会当互人生命成长。等我讲，阮姊啊，甲迄芳香万寿菊种伫冠冕花园的时阵，伊就活起来，互伊压水，阁阳光照射，伊就活起来，伊的生命搁一摆就搁活起来。所以，咱是世上的光，上帝甲伊的光照咱了后，咱得到上帝来的生命，咱嘛会当甲即个生命光来向人来发挥。咱是世上的光，基督徒的工课毋是保持咱的圣洁尔，咱嘛爱咱的生命会当来祝福咱周围的人。看你的正手边，看你的倒手边的兄弟，伊是上帝的囝，伊是上帝伊是天国的王子，天国的公主。咱的光爱照伊，伊的光嘛爱照着咱。咱的光嘛爱照着咱的社区，照着教会，照着社会，甚至是足侪囡仔。耶稣阁对众人讲：“我是世上的光，跟对我的，就无伫黑暗中行，要得到生命的光。”即句话伫英国有一个大教堂，遐有一个墓碑，听讲迄个墓碑影响。足侪的人，足侪人去看到迄个墓碑的时阵，拢足感慨，因为会甲墓碑迄段的话语诚做伊人生的价值，诚做是伊的灵魂的自省。伊迄段话语是安尼写，伊讲我少年的时阵我是有我有影响力的，所以我做民望，我会当改变这个会当改变这个世界。当我年岁较大的时阵，我发现讲我无法度改变世界，所以咧，我会当改变我的国家。但是当伊老的时阵，伊发现伊国家伊嘛无法度改变。伊想讲，我老无法度改变我的家庭好啊。但是当伊伫要过身的时阵，伊发现讲，我连我的家庭我嘛无改变，所以伊就思想，做讲我一开始的时阵，我就先来改变我家己，后来我才改变。有可能我改变我的家己的时阵，真做一个好的榜样的时阵，我有可能影响我的家庭。
因为家庭的支持甲陪伴，我嘛有可能来改变我的国家，而且有可能我会当改变全世界。头拄仔咱同开始的时阵，我讲足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因的生命有影响咱，所以伊影响了足侪人。这个墓碑有影响一个人，曼德拉，伊是南非的总理。伊迄当阵少年的时阵，伊想讲，伊看到这个墓碑，伊讲伊得到了改变南非的金钥匙。所以，一开始来改变伊家己，伊本来是要以暴制暴，要用武力来改变个国家，但是后来伊愿意先改变家己，改变伊个家庭，甲伊个好朋友来影响国家，来改变迄个社会。所以，亲爱的兄弟，咱是地上的盐，咱是地上的光。咱是天国的子民，咱有这个身份，咱有这个使命，咱爱人影响咱的教会，影响咱的家庭，影响咱的社区，影响咱所住的所在。即个这话语讲，教会你找搁较好的方法，以前甲即马做讲你自细汉少年的时阵信耶稣，甲即马相信你有接触足侪教会，安那有教会增长的方法。但是上帝是你找搁较好的人，因为人是上帝的方法，这嘛是得胜者伫做的代志。所以希望咱兄弟，咱大家爱有即个概念，讲我的存在就是上帝祝福，我的存在就是要互即个所在搁较美好。咱每一个人拢是要互咱所住的所在，咱所身处的环境搁较美好。愿上帝来祝福大家。伫遮我嘛要来向大家来报告阮得胜者的事工。阮得胜者教育协会是荣斯提凡博士，因1991年迄当阵。安非他命伫台湾就盛行诶，所以变卖所有的家产来到台湾，来帮助台湾的少年人，对一间学校、一个班级开始来传福音，甲因教示，甲因陪伴，甲因斗阵，互遮个细囝生命会当改变。如1991年甲即马，阮接触了300万的学生。互因生命会当得到光，互因生命会当得到帮助，互因生命会当得到改变。所以，阮会透过课程、透过营会、透过社团，阮即马嘛伫除了伫学校，我嘛伫社区做这侪活动，有办营会，嘛有课程，嘛会当伫迄个教会会当实施得胜者的课程、得胜者的计划。所以，阮得胜者教育协会嘛开始做了遮侪改变。阮有伫几个方面，品格、佮营会、佮永续的教育、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最重要。阮嘛伫做成人的成长团体，所以嘛做社区的参与。阮5月份的时阵，阮邀请几啊间教会伫安养中心、养老院做服务。所有教会传道琼文传道，伊嘛搁因的师长嘛，跟阮斗阵来做遮个代志。所以，阮希望教会会当甲阮得胜者会当甲教会来合作，来斗阵来改变社区，斗阵来祝福社区。伫阮得胜者教育协会伫东部、宜兰、花莲。甲台东，阮总共有22所学校，有70几个班级，伫实施得胜者课程。我嘛希望教会兄弟会当来支持。阮每年有100万的经费，伫这3个县
伫做运作，阮的需求，阮嘛做募款的动作，做讲兄弟姊妹，各位兄姐，你有感动，会当斗阵来支持咱青少年的事工，斗阵来支持咱宜兰、花莲、台东遮的细囝的工课。我伫今年我有机会去几个原住民的教会，其实我喺当阵听到传道，听到一寡会友甲我讲，即我听了我就艰苦心的，因为讲咱知影原住民足侪家庭拢有真偏乡地区有真侪状况，然后足侪囡仔食毒，也是甲爸母的关系无好，甚至因就变做同性恋，伫教会中间足侪，这拢是家庭的功能失去了。圣经讲，咱是世上的盐，咱是世上的光。上帝互阮得胜者教育协会有即个机会，会当伫社区，会当伫教会，会当伫学校，来影响遮个囡仔，影响遮个世囝。阮遮做盐，遮做光，希望会当来改变咱的下一代。阮需要恁的支持，我嘛需要恁的鼓励。我嘛需要恁的带导，互即个工课会当生命影响生命。邀请大家，邀请各位兄姐，会当用疼痛来守护青少年的心，会当用教育来点燃得胜的生命。感谢兄姐，咱来做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今日互阮有安尼机会来分享，咱是世上的盐，咱是世上的光，咱是要做盐做光，会当发挥即个影响力。上帝啊，虽然我的台语袂练转，虽然兄姐嘛足有耐心，可能听甲真正无顺时安尼，但是上帝你知影，即个时代的青少年的需要，愿你来帮助即个时代的青少年。主啊，愿你来祝福南洋教会，互即个教会的兄姐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上帝的恩典，得到上帝的帮助。无论伫家庭，无论伫做工课，无论伫生活中间，上帝大大祝福，互大家。主啊，愿你嘛来感动，互大家有看见即做青少年事工的重要，愿意来支持，来带导，愿意来奉献。主啊，愿你来祝福，愿你来施恩，愿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免。咱甲时间交的师会。这时，咱来唱回应的诗歌，圣诗540首，主地叫咱人来回应咱今仔日的领袖，请起立。这是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主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个岛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圣国公同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来感恩奉献，来请方美珍甲魏庄训执事。请起立。咱做伙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阁一摆进入你的圣殿，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主啊，你是平安的主，你是平安的源头。感谢主，保守阮经过风台有你的平安。感谢主，阮伫患难中，伫试炼中，有你甲阮同在。有你的享受的平安，你的稳定够也阮用。阮无论伫啥物环境，每一工拢是上帝的稳定。阮倚靠主，就要得到平安，得到徛在，得到得胜。主啊，我嘛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互阮，诚做阮的帮赞，诚做阮性命的美良。只是阮奉献时间、才能、金钱，做诚做教会事工的使用，愿主降恶欢喜。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这是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请。亲像安尼，恁会讲着照伫人的面前，通互伊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马太福音第5章16节，搁一遍。亲像安尼，恁会讲着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荣光恁的天父。马太福音
王枪大节。这时，咱来看咱的报告。来先，咱来先谢谢得胜者合会杨其香，伊是主任嘛是团导吼，谢谢。德胜家属刚的各个学校，他的风评是每个老师都非常肯定的哈。然后在监狱那边也有老师在上少管所在上得胜者。教化科的老师也非常肯定这样的情绪管理哈，还有处那个事情的要怎么样来先后次序的处理哦，老师们都非常肯定，所以非常谢谢得胜者有这样的一个协会来协助我们台湾青少年的理事工。那我们接下来看报告。报告，第6页吼，咱今仔真感谢得胜者事工的奉献主任，感谢杨启章团导来遮分享得胜的事工，甲台军岛暑期品格赢的成果。礼拜了后，咱要召开中执会，请中执闭目心。第2，8月13安排祈祷特会，迄天要合堂，咱特别邀请李启耀牧师。前来正道，礼拜了后有爱餐，下晡1点半继续要举行祈祷的迄个操练演习会，欢迎兄弟同齐来操练祈祷，诚做一个祈祷的勇士。第3，父亲节晚会的摸彩品，请各团体来准备2份，牧师3份，每一个长老2份，执事1份。伫个8月初2以前，爱交伫办公室。第4项，7月28到30，伫迄个三星的日光田居青少系底下，举行退休会，这囡仔已经嘛倒转来咱遮，倒转来教会做礼拜吼。第5，7月31，就是明仔载开始，到8月初5，星期六下晡2点到5点，主持学要举办暑期的烹饪品格塑造营。咱请兄弟有闲的时来遮甲因关心，并且带导。第6，8月初5，就是星期六的暗时7点，伫咱教会要举办父亲节暗会。礼拜日主日是父亲节主日，父亲节主日，也咱也敬请兄弟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啊，佮亲友来参加。第4，8月27，下晡1点半到4点半。主持学举办亲子海洋活动，这个相关的讯息，咱来看公布栏哦。第8，2023年虚手爱无限2.0关怀事工已经开始啊。咱奉献1号500块，因为咱教会来认领这个目标是100户的个案，所以咱积极来参加这个关怀事工，需要大家做伙来嘛爱需要大家的奉献，然后来做这真有意义的关怀低收的人。另外，佫具体的消息，咱请咱家己来过目。咱佫来看第7页，有事项表，咱下周服侍的同工请来致意。第8页，咱有看会计报告。咱有真侪奉献的名士吼，还佫有金额。若是有重大的，咱请咱家己来去办公室，甲干事来订正。以上，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主爱天父，愿感谢你伫台湾掌权做王，互阮伫这块土地安然徛起，享受民主自由的空气。主啊，这个地球已经起了真重大的变化，极端的气候，互真侪国家做大水、火烧山、大地动，求主怜悯。然后，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早日结束，互受苦的百姓得到安慰、扶持、重建家园。主爱天父，教会中的兄弟、年老的、身体有病痛的，
求主你来医治林教因，有郑松之弟兄、林家珍姊妹、林淑娟姊妹、陆仁杰弟兄、林代景儿姊妹，求主你互因得到医治，恢复元气。主啊，明仔载星期一开始，最近有举办品格烹饪品格塑造营。即届活动参加的小朋友，对幼稚园甲国小6年的，遮个囡仔拢是主你所喜爱的。求主你互遮个小朋友以后会用继续过来进入教会，来认捌你，这是因一生上水的祝福。主爱天父，我也感谢你，伫万百世中，阮通成做你的囝儿，这是何等的福气！阮大部分的人会当认捌耶稣，拢是通过别人的引带。当阮白白得到这款遮尔大的福气，我嘛应该去引带人来认捌耶稣。主耶稣捌讲：“恁来跟对我，跟对耶稣这条路虽然无好行，但是我若会晓倚靠上帝，坚持读圣经、祈祷、服侍的生活。”阮属灵的活命自然会丰盛。阮的信仰若坚固，毋若安尼会使引带别人来信耶稣，嘛会使互教会得到复兴。去普天下来传福音，是咱每一个基督徒无通提示的责任。求主帮助软者的阮，互阮的恩赐来帮助别人、服侍别人、利益别人。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救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吟圣诗389首，吟诗煞，咱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无论上帝至权至尊。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祝你搁一届透过阮今仔日的礼拜，透过杨启祥传道的分享，互阮会通搁一届来关心遮个青少年的时间。祝阮也要伫过来的即个拜一开始，安尼一礼拜的时间，要来主要要举办即个烹饪品格塑造营。祝愿拢将即个规个营会也拢恭敬交托伫你，愿主你圣神亲自来带领引带，互安尼有75%，毋是教会的遮个细囝，互因有机会来接触到主你的福音，互因会通借着遮个营会，因的品格也受到塑造。祝愿也要将阮过来。伫8月底即个亲子海洋的活动，祝愿也要恭敬交托伫你。遮个做遮个暑假的遮个活动，恳求主亲自带领保守，互所有参与的每一个兄弟、遮个细囝，拢会通伫遮个营会甲遮个活动的内面得到造就，也得到好的培养。愿拢将遮个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愿你帮助阮，互阮真正会通安尼，互众人看见阮，就认出阮是跟对主你的，也互阮会通成做人生命内面的祝福。
互阮会通领受的，就是亲像迄个阿伯拉罕对你所领受迄个万人，因为阮来得到福气，安尼迄款的福分。愿你的神亲自引带看顾，是阮伫阮所有正兄弟顶面。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胜，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道避讳。